姊妹們，我哋感謝主帶領我哋嚟到佢嘅跟前，去聆聽佢嘅聖言。首先，我哋預備我哋嘅身體為迎見生日嘅上主。我哋掃描下我哋自己嘅身體，我哋感覺下我哋嘅身體，感覺下我哋嘅面部好放鬆，我哋嘅額頭都好放鬆。如果你覺得有啲緊，你可以輕輕喐下你個面同埋你個額頭，然後感覺下你條頸好放鬆。如果你有啲緊，你都可以喐下條頸，向前翻中間，向後翻中間，向左翻中間，向右翻中間。咁你去左左右右、前前後後嚟到去喐動下條頸，然後放鬆下你個膊頭，你感覺下膊頭好放鬆。如果有啲緊，你可以往上推個膊頭去到耳仔，然後放鬆落嚟。放鬆下你個手臂同埋手腕，將個膊頭往上推到去耳仔，然後放鬆下你手臂手腕。然後掃描下你哋脊骨，感覺下你條脊骨而家又直又放鬆，坐喺張舒服嘅凳上邊，感覺下你個背脊好放鬆。如果你覺得有啲緊，你都可以輕輕喐動下你個背脊，擠壓下你嘅背肌，然後感覺下你而家好舒服坐喺張凳上邊。你嘅大腿、小腿同埋你嘅腳趾都好放鬆，感覺到你嘅大腿、小腿、腳趾都好放鬆。你留意下你自己嘅呼吸，慢慢呼，慢慢吸，慢慢呼，慢慢吸。呼呢，呼到盡晒，吸亦都可以吸深啲。你感覺到自己嘅呼吸而家好暢順，慢慢呼，慢慢吸，感覺到你嘅呼吸而家好暢順。然後慢慢嚟到去留意下你個肺部而家好放鬆，喺度呼吸緊。你個肺部而家好放鬆，喺度呼吸緊。然後慢慢留意下你個胃、你嘅腸、你嘅肝、你嘅腎，你所有嘅內臟而家都好放鬆，喺度運作緊。感覺到你所有嘅內臟、心肝、胃腸、腎、脾都好放鬆，喺度運作緊。你感覺到你個血管而家都好放鬆，將啲新鮮嘅血液送到身體唔同嘅位置，特別送到你個腦部，修復你腦入邊所有嘅細胞，嚟到慢慢啲血液身體唔同嘅部位都有新鮮嘅血液嘅補充同埋流過。你感覺到你成個人都好放鬆，慢慢靜落嚟，同埋慢慢定落嚟。你感覺到成個人慢慢咁樣靜落嚟，同埋定落嚟。你感覺到你嘅心跳都越嚟越放鬆，同埋有節奏。感覺到自己嘅心跳越嚟越放鬆，同埋有節奏。呢個時候，你可以打開你屬靈嘅耳朵、心靈嘅眼睛，預備聆聽深一嘅上主。佢要藉著佢嘅聖言向你嘅心説話。深嘅上主，我哋感謝頌讚你嘅愛同埋招聚，讓我哋可以嚟到你嘅跟前，嚟到去與你同坐。此刻，願深一嘅上主親自嘅臨在，開啟我哋心靈嘅眼睛，讓我哋明白你自己嘅心意更多。奉耶穌基督名祈禱，阿門。弟兄姊妹們，我哋今日要誦讀嘅聖經記載喺帖撒羅尼迦後書1章
3到12節，帖撒羅尼迦後書1章3到12節，基督再來時的審判。帖撒羅尼迦後書1章3到12節，基督再來時的審判。第3節，弟兄們，我們該常常為你們感謝上帝，這本是合宜的，因為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增加。所以我們在上帝的各教會裏為你們誇耀，因為你們在所受的一切壓迫患難中，仍牢守以耐心和信心。這正是上帝公義判斷嘅明證，使你們配得上他的國。你們就是為這國受苦。既然上帝是公義的，他必以患難報復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們同得平安。那時，主耶穌同他有權能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要報應那些不認識上帝和不聽從我們的主耶穌基督福音嘅人，他們要受懲罰，永遠沉淪，與主的面和他的權能的榮光隔絕。這正是主再來要在他的聖徒身上得的榮耀，就是使一切信的人感到驚訝的那日子。因為你們信了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為此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上帝看你們與他的呼召相配，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良善的美意和因信心所做的工作，使我們主耶穌的名照着我們的上帝和主耶穌基督嘅恩，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弟兄姊妹，喺剛才嘅經文入邊，唔知有冇咩句子景象吸引你？佢有冇讓你諗起啲乜嘢嘢呢？跟住落嚟，我會再讀一次。你喜歡嘅話，你可以輕聲嘅跟我讀。我讀一句，你跟我讀一句。讀嘅時候，同樣都留意下有冇咩觸動你心靈嘅句子同埋景象，或者所引發嘅感受。弟兄們，我們該常常為你們感謝上帝。這本是合宜的，因為你們的信心格外增長，你們眾人彼此相愛的心也都增加。所以，我們在上帝的各教會裏為你們誇耀，因為你們在所受的一切壓迫患難中，仍牢守着耐心和信心。這正是上帝公義判斷嘅明證，使你們配得上他的國。你們就為這個國受苦。既然上帝是公義的，他必以患難報復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也必使你們這受患難的人與我們同得平安。那時，主耶穌同他有權能的天使從天上在火焰中顯現，要報應那些不認識上帝
和不聽從我們主耶穌基督福音嘅人，他們要受懲罰，永遠沉淪，以主的臉和他的權能榮光隔絕。這正是主再來，要在他聖徒的身上得榮耀，就是要使一切信的人感到驚訝的那日子。因為你們受了我們對你們作的見證，為此我常為你們禱告，願我們的上帝看你們與他的呼召相配，又用大能成就你們一切良善的美意和因信心所做嘅工作，使我們主耶穌的名照着我們的上帝和主耶穌基督嘅恩，在你們身上得榮耀，你們也在他身上得榮耀。弟兄姊妹，喺剛才嘅經文入邊，有冇留意到咩景象、咩句子吸引你？佢有冇引發你咩嘅感受呢？試下將你嘅感受帶到耶穌嘅面前，同佢分享下。經文話：我哋常常為你們感謝上帝，因為你哋嘅信心格外增長。經文話：我哋常常為你哋感謝上帝，因為你哋嘅信心格外增長。你聽完呢句説話有冇咩感受？你又諗起啲咩呢？經文話：我們在上帝的各教會裏為你們誇耀，因你們在一切患難中仍牢守着內心同信心。因你們在一切壓迫患難中仍然牢守着內心和信心。當你聽完呢句話，你內心有冇咩感受？讓你諗起啲咩呢？經文話：既然上帝係公義嘅，他必以患難報復那加患難給你們嘅人。既然上帝係公義嘅，他必以患難報復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當你聽完這話，你內心有冇咩感受？諗起，試下將你嘅感受帶到耶穌嘅面前。經文話：正是主再來，要喺佢嘅聖徒身上得榮耀，使一切信佢嘅人感到驚訝嘅日子得榮耀。經文話：正是主再來，要喺信徒得榮耀，喺一切信佢嘅人感到驚訝嘅日子得榮耀。你聽完呢句説話有冇咩感受？諗起？試下將你嘅感受帶到耶穌嘅面前。
都留意下耶穌對於你嘅分享，佢有冇咩回應？都留意下呢一刻你內心有冇咩感受浮現？當你聽完剛才嘅基督在來時審判嘅經文之後，你內心有冇咩嘅經文嚟到去浮現，引發你咩感受呢？係一啲好興奮、好喜樂，定係一啲好慚愧、好無助嘅呢？唔需要勉強自己去諗啲咩，只係將你心靈所接收嘅信息帶到耶穌嘅面前，同佢分享下你嘅感受就可以啦。記得試下將你嘅感受帶畀耶穌嘅時候，留意下佢嘅回應，或者呢一刻你個腦入邊都浮現咗過去一週或者一段時間所發生嘅一啲嘅事情，試下將呢啲事再浮現嘅一啲嘅感受都帶到耶穌嘅面前，同耶穌分享下。如果你感受到耶穌嘅愛，佢嘅臨在同埋幫助你，多謝耶穌喺過去嘅日子與你同行。或者浮現咗一啲你未能夠感恩嘅，或者一啲憂慮、煩惱、重擔，你同樣都可以帶到耶穌嘅面前，同耶穌分享下。將你嘅憂慮重擔交畀耶穌。今日嘅上主，我哋感謝你，感謝你剛才嘅臨在，感謝你藉著帖撒羅尼迦去提醒我哋，基督再嚟嘅時候，我哋就係你嘅見證同埋你嘅榮耀。喺呢個世界，可能我哋會遇到患難同埋逼迫，但係當我哋有信心嘅去守着我哋從你所領受各樣嘅真理嘅時候，一切嘅良善同埋美善，因信心而做嘅工作嘅時候，耶穌基督就可以因着咁樣喺我哋嘅身上得榮耀。願主賜能加力畀我哋，用我哋嘅身體、我哋嘅生命成為榮耀主嘅生命。奉耶穌基督名祈禱，阿門。姊妹們，我哋一齊用耶穌教導我哋嘅禱文嚟到結束我哋嘅祈禱。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食，求你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榮耀全是你的，直到永遠。阿門。